永国庙的平日闹热，拢会当直接看到家长的镜头。不过，即马对时代演变，即马已经慢慢正做文化的推广，或者是表演艺术。实在讲，现此时要维持一个家长堂，嘛愈来愈困难。所以即马因会透过去学校开课，办活动推广，加上新的创意，希望互大家会当了解家长的文化，而且有兴趣来学，卖互即个特殊的文化可以失传去。 手提开新兴具，脚踏草鞋，一个手势，一个脚步，内底转转美角，这是上有台湾味的家长文化。对原本传统的庙会顶头，现在已经正做走向国际表演艺术。老将卡甲家长的精神传给少年辈，少年的接手换头加入创意，用新时代做法，带大家认识什么是家长。 创新的部分来讲的话，不外乎现在都是一些比如社群团体哦，那我们也很积极的参加一些，比如说舞台上的一个表演哦，包括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舞台上的一个算表演，算一个传承的过程。是讲传说中啊，我是不老将魂，啊，我就以我传统的元素来底设计一套是什么不倒将魂，以不倒翁的形体下去做设计啊，啊，我有一套，啊，我今年我嘛有推荐那个。 面巾、运动毛巾啊，用来让做这些文创。无论是文创商品，还是参加艺文展演，拢是为着要让家长文化永续发展。文书工作者讲，民国80年代都市化少子化，佮加上外界认为歹囝才会去跳北家长无人要学，或者这家长老管拢当着导管危机。高雄吉善堂都是其中之一。 后来因积极参加艺文展演，而且佮甲学校致接，互大家豆接受，最后加入家长的行列。幼儿园的小孩子，甲咱这届嘛是课程搁咧进行当中。2025年这个中山大学的课程，我内底有博士生，所以伫学龄前甲博士生，咱有这个全人的教育，我嘛是感觉讲，好险当初啦，咱主公有来同意讲咱做这件代志，啊，咱有甲这个物件。 撒出去，啊嘛，因为这个课程，咱有一寡新生也加入。即阵伫吉信堂有4位国小学生来学跳北家长，长期研究家长文化的李佩如讲，要推广家长文化，首先爱互人了解，人才有法度知影这个文化的好甲水。甲中山大学合作的课程都是上好的根本。记者柯家如、柯昭阳高雄家己综合报道。